無論你撳着部電視嚟睇，碌緊部手機，定係掀開份報紙嚟睇，一年365日，我哋嘅生活都離唔開呢4個字：新聞報道。而你睇緊嘅每一篇新聞報道，都係靠住呢一班揸住支咪嘅人、揸住攝影機嘅人，同埋揸住支筆去寫嘅人，先至可以誕生喺呢個世界上面。喺意大利呢，就有人開展一個顛覆呢種製作新聞報道嘅實驗，淨係簡單入幾個指令，撳一粒掣啫，一篇幾千字嘅深度報道，甚至乎一大版報紙嘅內容，就咁樣得咗。可以咁輕鬆，都係離唔開4個字：人工智能。我哋信報同信報月刊嘅總編輯鄧傳春 Vincent， 佢就住呢個實驗寫咗篇文章。到底喺呢個科技同埋資訊爆炸嘅年代，人工智能係咪勁到連記者呢個行業都可以取代埋呢？呢個實驗喺意大利嘅一間報章媒體叫做《業報》嗰度開展嘅，為期1個月。咁過程到底係點嘅呢？呢一份全球第一份嘅 AI 報紙，每日有4版夾喺正刊入邊。唔單止有深度報道噶，仲有埋讀者來函添。由 AI 同時模擬來信嘅提問同編採部嘅回覆。最緊要嘅係內容同埋標題都係由 AI 一個搞晒佢。第一份 AI 報紙嘅頭版刊登咗篇關於美國總統特朗普嘅新聞，描述意大利特朗普主義者嘅矛盾，話佢哋抨擊取消文化嘅同時，對佢哋嘅美國偶像即係侵侵啦，好似香蕉共和國暴君一樣嘅行為當睇唔到，有時甚至乎會為侵侵去歡呼添。另一篇標題係普京10次背叛嘅專欄文章，強調呢位俄羅斯總統20年嚟違背承諾、撕毀協定同埋冇口齒。其他版面就有報道意大利國內經濟政策嘅改革啦，同埋歐洲青少年唔再追求穩定感情關係嘅專題等等。呢一位就係報館嘅編輯塞拉薩啦，佢強調記者喺呢個 AI 版嘅工作再唔係做採訪，而係同 AI 問問題，並且睇翻 AI 生成嘅內容有冇出錯。當日會有呢個諗法嘅佢，就希望借住呢次實驗嚟睇下 AI 會點樣影響編採決策、媒體公信力同讀者體驗。成份報紙靠晒 AI 去寫，會唔會有甩碌呢？Vincent都有留意到今次業報嘅呢一次實驗，初步睇過之後呢，都覺得 AI 生成嘅文章結構清晰，語法都準確。不過做偵查報道呢，就有啲局限啦。佢又話 AI 可以幫到記者喺成千上萬嘅資料入邊攞到啲結論，又或者隨意揾一啲公開資料嚟做檢查，睇下入邊有冇啲古怪嘅地方。不過 AI 唔可以無中生有，即係話如果資料本身未出現嘅話，都係要靠記者去揾料。除咗財經資訊，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旅遊、飲食、體育等嘅內容。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每逢週1、3、5、6見報。週末版附送嘅風信紙，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名人專訪，帶領大家擴闊視野，領悟人生智慧，千祈唔好錯過啊！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Vincent有提到媒體同新聞不斷演變，記者嘅工作喺唔同年代都有唔同性質，都要唔同技能，但係當中都有啲不變嘅特點。第一係求真精神。講到呢樣嘢，就要翻到去大約公元前460年喺古希臘時代出世嘅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啦。好多學者都認為修昔底德係全球第一位記者。點解咁講呢？就因為古希臘曾經爆發咗一場伯羅奔尼撒戰爭，嗰陣作為雅典軍隊將軍嘅修昔底德開戰無耐就詳細記錄咗呢一場戰爭。佢講過，並唔係聽到乜嘢都寫落去，一定要自己親身在場，又或者聽咗其他人講咗乜嘢同睇到乜嘢，佢又徹底 fact check 到真係冇錯啦，先至會寫喺書入邊。呢一本都成為咗流傳後代嘅伯羅奔尼撒戰爭史。Vincent認為修昔底德所做嘅同而家記者求真嘅精神差唔多。第二係傳播信息嘅技巧。古希臘人嗰陣未有印刷術，甚至乎造紙都唔識。咁修昔底德嘅報道係點樣傳開去嘅呢？答案係口耳相傳。嗰陣古希臘會有人喺廣場將呢類信息向公眾宣讀，甚至乎可能係修昔底德呢一類古希臘先賢自己讀出嚟。而家唔少報章都會拍片上載到自己嘅網站同埋社交平台。
文字記者或多或少都要有啲口才。不過口齒伶俐，唔好有懶音，對幾千年前古希臘嘅記者嚟講就非常關鍵啦。而家唔少人埋怨好多媒體唔持平，立場鮮明到偏頗不公。不過去到19世紀嗰陣嘅歐美報章，其實都係以政見行先嘅，因為好多報章都係政府或者政黨擁有，報章嘅老闆一般都參與地方政治，報章呢就擺到明喉舌嚟噶。係去到19世紀末、20世紀初，歐美嘅報章先至開始注重翻新聞係咪客觀持平，因為嗰陣嘅教育開始普及，更加多人識字，亦都冒起咗班渴求資訊嘅中產。讀者俾錢去買報紙，就成為咗報館重要嘅收入來源。所以嗰陣嘅媒體呢，就需要盡量氹到最多嘅群眾，政見色彩都要溝淡啲啦。呢個情況喺之後電台同電視嘅冒起都冇轉到噶，係去到收費電視同網絡興起，新聞先至變翻要迎合特定群眾，先至可以賺到錢。對記者撰寫報道嘅要求又有改變，成日話今日嘅新聞，聽日嘅歷史。記者報道同歷史學者都有啲相似嘅地方，就係無論報道乜嘢類型嘅新聞，以至係撰寫時裝啊、消閒啊、影視呢一類嘅軟性題材嘅報道同埋評論，其實都係記錄緊當下社會發生緊乜嘢事。唔單止想將呢啲信息傳播開去，仲要世代相傳添，俾後代都知道呢段時間發生過乜嘢事。Vincent 就覺得今次 AI 出報紙嘅呢個實驗，更加重要凸顯嘅係 AI 報道唔夠人味。記者同埋編輯都需要有啲嘅主觀。呢度唔係講緊報道要偏幫邊一邊，而係報道同埋評論都要有角度切入，先至可以令到受眾有共鳴，同受眾有感情聯繫。同埋喺一單新聞入邊，當中邊啲元素比較重要，呢一種嘅判斷都有少少直覺。AI 技巧比較高嘅記者就要識得點樣寫 prompt， 即係點樣問問題嚟令到 AI 生成翻想要嘅角度。不過講緊呢啲都唔係科學，並唔係1+1等於2咁直接咁硬邦邦。即使有咗 AI 幫手去處理部分編採同寫稿嘅工作，最後出街嘅報導都係要靠記者同埋編輯對新聞嘅洞察力去做調整嘅。所以無論 AI 冒起，抑或之後再有咩新科技嘅出現，記者呢種功能仲唔會改變。除咗財經資訊，信報近期加強文化藝術、旅遊、飲食、體育等嘅內容。著名文化人蔡瀾復出撰寫專欄，每逢週1、3、5、6見報。週末版附送嘅封信紙，每期有唔少嘅文化專欄、名人專訪，帶領大家擴闊視野，領悟人生智慧，千祈唔好錯過啊！而家大家可以用38蚊嘅優惠價試閱信報網上版14日，大家不妨喺留言區 click 入連結，快啲訂閱體驗一下啦！